那几年前我盆骨断裂过，不过现在已经长好了。当时有没有开刀把血块取净啊？没有。这就对了，当时没有取净的血块，现在还存留在你的体内，可能引发了后遗症，导致精子质量的下降。那有没有医治的办法？这个不好说，因为时间太久了。那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以后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？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医生，到底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人工受精。这人工受精，就真的能行吗？这个就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还没有反应吗？没有，都试了这么多次了，要怀上早怀上。咱们在学校医院，也不知道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。逸轩，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，可是要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有孩子怎么办？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别紧张，老婆，不会有事。都试了这么多次了，你说这次能行吗？能行。我不相信老天爷对我们那么不好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有志者事竟成。在院吗？领导们准备手术。别紧张，不会有事的。去吧。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取经师，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他妈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。哦，是你呀？我老婆怀孕了，恭喜。这得多谢你，没有你上一次，哦来了。那个，
我先进去，你先在这坐会儿啊。来了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喂，我带你出去溜溜好吗？吸收一下新鲜空气，别在家待着，空气特别不好。啊，你让我把电视看完吧，现在正精彩呢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行了，走，出去。好，那我别看电视，我去做饭。你怎么是个辛苦命呢？今天我做，你到外面晒太阳去。啊？听话。你行吗？行的，那去吧。想吃点什么呀？我想吃鸡翅。可是我还想吃鸡翅哎。你会做吗？行。交给你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像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脑子特别乱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你特别想要孩子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瞧瞧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怪自己年轻的时候太意气用事了。这是上天在跟我们开玩笑，他是希望我们在孩子真正来的时候，懂得更加珍惜啊。而且，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就够了。